嗨，大家好，欢迎光临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我是岳云老师。今天要介绍给大家的这首是叮当演唱的《手掌心》，这首歌真好听，同时它也是连续剧《兰陵王》的主题曲。来介绍这首歌给大家啊，这个想一想哈，林依晨和冯绍峰啊两个人演对手戏，再加上叮当啊这个 MV 唯美的画面，哎呀呀呀呀！等一下他唱完这首歌，一定要来去看一下叮当的 MV 啊，欣赏一下哈。来介绍给大家这首词是 V.K. 克啊，作曲的呢是陈默，这是一首 A 大调4拍子的歌曲。速度呢是1分钟73拍啊。这首歌呢因为有点长，所以我们会分成上下集来跟大家这个分享哈。来，我们首先看一下 A 在哪里？哆西啦啦啦啦啦，哎，速度啦啦啦啦啦啦咪瑞。哆西啦哆西嗦咪咪嗦啦，哆瑞咪瑞哆瑞咪瑞咪瑞，啦啦咪瑞哆西啦哆西嗦咪咪嗦啦，哆瑞咪瑞哆瑞咪瑞咪瑞，一干二净，爱恨嗔痴的欢迎。我敬你一杯一干二净的黎明，一干二净，爱恨嗔痴的欢迎。我敬你一杯一干二净的黎明，啦啦咪瑞哆西啦哆瑞西嗦咪嗦啦，哆西哆西啦嗦啦，啦啦咪瑞哆西啦哆瑞西嗦咪嗦啦，哆西哆西啦嗦啦，2、3，来，这首歌呢这一句啊，我在南极憧憬你的北极星，跟上面这一句爱恨嗔痴的欢迎很像啊，只是它是往下的爱哆西啦哆西嗦咪啊，这个呢哆西啦哆瑞西嗦，哎，它往上啊，爱恨嗔痴的欢迎，爱憧憬你的北极星，哎，它是往上的。还有北极星，我们如果唱北极星，哎，太硬了啊，不够优秀。来，我们要唱一下装饰音，北极星，北极星。我在南极憧憬你的北极星，我在南极憧憬你的北极星，我等你不信心心不相依，我等你不信心心不相依。2，你是天意，那哆咪发瑞咪发啦嗦发咪，哆瑞咪嗦发咪瑞，那哆咪发瑞咪发啦嗦发咪，哆瑞咪嗦发咪瑞。你是天意，你是大大的马蹄，滚滚了我的红尘。就过去拜来，你是天意，你是大大的马蹄，滚滚了我的红尘。西哆瑞发咪瑞瑞瑞咪，西哆瑞发发咪瑞瑞瑞咪，西哆瑞发咪瑞瑞瑞咪，苦苦追寻冰天雪地，苦苦追寻冰天雪地，咪嗦啦咪咪嗦瑞瑞咪嗦瑞瑞咪啦，咪嗦啦咪咪嗦瑞瑞咪嗦瑞瑞咪啦，一寸光阴一寸心，这个一寸光阴一啊，这个一
要长一点点哦，所以要顿一下下。一寸光阴一寸心，一寸光阴一寸心，一寸光阴一寸心，一朵昙花一朵云，一朵云一朵云，一寸光阴一寸心，一朵昙花一朵云，一寸光阴一寸心，一朵昙花一朵云。咪嗦啦咪咪哆西嗦瑞咪瑞哆瑞哆哆哆咪咪，咪嗦啦咪咪哆西嗦瑞咪瑞哆瑞哆哆咪咪。哎，这一样啊，这个也捧在手掌心，也是手要顿一下下，比较长一点点哦。一朵雪花一朵，一朵雪花一朵梦境一捧在手掌心，一朵雪花一朵梦境，一朵雪花一朵梦境，一要顿一下。一朵雪花一朵梦境一捧在手掌心，手要顿一下。一朵雪花一朵梦境一，来，哎呀，来，1、2、3，一朵雪花一朵梦境一捧在手掌心，再一次来。一朵雪花一朵梦境一捧在手掌心，咪嗦啦咪咪嗦瑞瑞咪嗦西西哆啦，咪嗦啦咪咪嗦瑞瑞咪嗦西西哆啦，一颗尘埃一菩提，一颗流星一个你。哎，这一句呢这个一啊。尘埃一菩提，流星一个你，这个一都要拉长哈。一颗尘埃一菩提，一颗流星一个你，一个尘埃一菩提，一颗流星一个你。啦嗦发嗦啦，啦嗦发嗦啦哆哆西啦啦2、3，啦嗦发嗦啦。哆哆西啦啦2、3，一心一捧在手掌心，掌，哎，这个要快一点点哈，掌心，哎，还有这个一心一捧。哎，一捧一样啊，要拉长一点点。一心一捧在手掌心。哎，来，我们从一寸来，一咪咪咪，一嗦啦咪咪嗦瑞，有没有？来，好来，一寸光阴一寸心，一朵昙花一朵云，一朵雪花一朵梦境一捧在手掌心，一颗尘埃一菩提，一颗流星一个你，一心一捧在手掌心。顶，好。唱到这里呢，第一段的主歌跟副歌就唱完了哈，然后呢，哎，这个间奏呢，1、2、3、4、5、6、7、8、9、10、11、12，哎，12小节之后，我们又要唱第二段的主歌哈。但是第二段的主歌，哎，等一下唱的时候我再跟大家介绍哈。来，我们首先来把第一段啊，把主歌连到副歌，副歌是哪里？一寸光阴这里开始就是副歌，前面这一段是主歌。来，我们从一干而尽来，一干而尽，爱恨嗔痴的欢迎。我敬你一杯干而尽的黎明，我在南极憧憬你的北极星，我等你不信心情不相依，
你是天意，你是大大的马蹄，滚滚了我的红尘，苦苦追寻冰天雪地。一寸光阴一寸心，一朵昙花一朵云，一朵雪花一朵梦境，一捧在手掌心，一颗尘埃一菩提，一颗流星一个你，一心一捧在手掌心。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段的哈，主歌加副歌。然后呢，间奏12小节之后，我们接着唱第二段的主歌，啦啦咪瑞哆西啦哆瑞西嗦。同学有发现哈，皱眉头了一下，被我看到。你有发现他好像很熟的？对，当然很熟。我们刚刚唱的啦啦咪瑞哆西啦哆瑞西嗦完全一样哦。所以这个反复的这个重唱的这个第二段呢，就是第一句不唱，我们从第二句直接来哈，旋律节奏都很像。好了，啦啦咪瑞哆西啦哆瑞西嗦咪嗦啦哆西哆西啦嗦啦啦二啦哆咪发瑞咪发啦嗦发咪瑞咪哆瑞咪嗦发咪瑞西哆瑞发咪瑞瑞瑞咪。除了歌词不一样以外，节奏旋律都一样。来，我们再来一次，来，啦啦咪瑞哆西啦哆瑞西嗦咪嗦啦哆西哆西啦嗦啦啦。唱歌词来，妻是夫妻，只是神话的魔镜，第七夕只等，第七夕只能再等一世纪，第七夕只能再等一世纪。你是天地，你是风雨，你是情，你是天地，你是风雨，你是情，你是温柔的叛逆，你准我的一年四季。你是天地，你是风雨，你是情，你是温柔的叛逆，你准我的一年四季。好，接下来主歌第二段的主歌唱完了，接下来又唱副歌，副歌跟上面的副歌完全一样因为换页，这里要换页换不过去，对不对？为了换页不方便，我们从这里唱，看这里唱。来，我们把副歌唱一遍，来，一寸光阴，来，一起来，1、2、3，一寸光阴一寸心，一朵昙花一朵云，一朵雪花一朵梦境，一捧在手掌心。同学什么问题？同学说老师不要唱这么长啦，我们能不能分段？当然能。来，我们就唱到这个手掌心来，1、2、3，一寸光阴一寸心。这个这个只要到了这个手掌心这个后面有要拉半拍的都要注意，要拉长一点点就对了。好，来这里来，一寸光阴一寸心，一朵昙花一朵云，一朵雪花一朵梦境，一捧在手掌心，一颗尘埃一菩提，一颗流星一个你，一心一捧在手掌心。来，我们从头再一次，一寸咪嗦咪嗦啦咪咪嗦瑞，来一起来，咪嗦啦咪咪嗦瑞，一寸光阴一寸心，一朵昙花一朵云。不对，同学，
一朵云，对啊，看你的口型就知道了，一下就一朵云不对啊，一寸光阴一寸心，一朵昙花一朵云，对啊，我们不妨可以把这个一用力一点点，一寸光阴一寸心，一朵昙花一朵云，一朵雪花一朵梦境，一捧在手掌心，一颗尘埃一菩提，一颗流星一个粒，一心一捧在手掌心。同学，我们现在唱的是第二段，对不对？对，来，我们看一下第二段是不是像老师说的说一样？对，你看这里有没有昙花一朵啊？一朵雪花，一朵雪花一朵梦境，一捧在手掌心，一颗尘埃一菩提，一颗流星一个粒，一心一捧在手掌心。这就是后面呢又有一个这个结尾的这一段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先不给大家介绍这一段，我们来带领大家从前面第一段，然后呢跳过这个间奏12小节，直接唱第二段，来，一起来，1、2、3、4，一干而尽，爱恨嗔痴的欢迎。我敬你一杯一干而尽的黎明，我在南极憧憬你的北极星，我等你不信星星不相依。你是天意，你是大大的马蹄，滚滚了我的红尘，苦苦追寻冰天雪地。一寸光阴一寸心，一朵昙花一朵云，一朵雪花一朵梦境，一捧在手掌心，一颗尘埃一菩提，一颗流星一个粒，一心一捧在手掌心。3停，好，1、2、3、4、5、6、7、8、9、10、11、12，间奏12小节，再来又从第二段，对不对？其实夫妻只是神话的魔镜，一起戏只能再等一世纪。你是天地，你是风雨，你是情，你是温柔的叛逆，你转我的一年四季。我要换页了，一寸光阴一寸心，一朵昙花一朵云，一朵雪花一朵梦境，一捧在手掌心，一颗尘埃一菩提，一颗流星一个粒，一心一捧在手掌心。好，这个第二段呢就给大家唱到这里后段呢我们留待明天再来给大家继续唱这一首呢，今天这一首好听的叮当的手掌心就先给大家介绍这边，我们明天再见。欢迎大家到 YouTube 频道给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订阅、按赞、加分享，记得打开铃铛哦。我们明天见。